昨天呢，这个新灿百货犯促科有人写信来投诉，说他们的劳动条件不符合劳基法。我看这个案子也不难，你就去看看吧。啊？是。你总算转来，大魔王唔招起来。其實住喺度監嘢啊！王一晨，不准乱讲话。王明成小姐吗？嗯，请坐。我是劳动检察员，我姓何，我叫何英泰。我会针对贵部门的工时、薪资等劳动条件做个简单的查访。王小姐，请问你愿意配合吗？我願意。走。所以说，你们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半到傍晚的5点半，对吧？嗯。后来你们科长要求你们要提早到早上9点上班，然后下班不打卡，经常性的加班到半夜，是吗？难道你都不曾质疑，为什么之前上下班不打卡，后来你们科长要求你们要提早上班，并且规定你们上班时要打卡，下班却不打卡，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你知不知道你没有打卡，就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几点下班的？这样当然就没有办法争取到你想要的加班费，这样你知道吗？之前来面试的时候，人事主任就说了，我们的工作没有加班费。怎么会那么愚蠢？你个老检验，你用不按摩礼貌啊？唔加下落去，结果用诶。按做的。冇知道，今日都清度好，唔知迄马莎去检期诶。不过我知道检期都清好啊。表白大魔王听说无救诶，冇听说 Angel 地方主管都是 Angel 持有诶。我害唔害被叫他们的耶？但是我交给你的企划书，你做好了吗？科长，我马上去。下班时间，满奶都黑热，伫咧种世界出公差，真紧要输5秒。又着又说世界富人家，成功喷嘅香水，喷起来就冲 DDT。高中生嘅出汗酸，会喷偏到人嘅小铁。很可惜嘅係。拄到永远打出片，手真紧将迄本鬼打倒咧。不好意思，结果冇讲啊！爱关系老年保持35公分嘅距离，然后老年肢体接触，骨数离爱较严重诶。像个按用款电机，爱就知道懂感通诶，了就会爱嘅幸福生活。江山猛火百生，명의山岗太一，跳呀刺江，天空莫分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脚脚头，蓝蓝一条下，宽心碎。插腳他地比天頭，
果公司要你加班，老板一定会脸臭臭的跟你讲，怎么样？你以为我喜欢你来加班是不是？我看你是可以被栽培，才给你机会的。你以为公司喜欢你们加班啊？我要不是看你工作能力强，值得栽培，我也不会把那么多工作通通交给你呀，是不是？好好的增加绩效率有这么难吗？有鉴于大家上班时间懒散，明天开始早上9点准时打卡，犯错课给我通通动起来。公司给你资源让你学习，还培养你的企划能力，还付你薪水。今天你竟然恩将仇报，污蔑公司，还破坏公司的名誉。老天蒙加持，劳动权益提升。好。唔用啊，对家下就健康啊。冇啦，我唱一次都奇怪，你会对楼梯们有兴趣？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劳动权益提升联盟吗？是啊，你找谁啊？我是来应征的。应征？暗度后用啥？等我一下啊，盛雅。陆警员，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？你怎么会在这？用安南哦。森雅，你用干啥？哎，那用嘛啥？坦白说，我们的经费有限，只够雇佣一个人的薪水。我相信我能胜任这份工作，盛爷，我愿意做。喂，你连劳动意识是什么都不知道？你知道怎么提升劳动权益吗？那你熟读劳基法又怎么样？你根本就不懂得帮助别人。你又知道了。不然这样好了，你们2个都先来上班1个月，熬过磨合期的人就留下来。不知道2位觉得怎么样？喂，劳廷盟你好。叔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？你说我爸爸上班就会死掉，是真的吗？你爸爸是在电器行上班的张先生吗？不过你刚刚说啊，要跟老板申诉过劳的事情啊，我想是不需要了啊。俺去卡是俺去卡会处理了。张先生，这件事情并不难，我可以帮你。侯县长，拜托，唔可以講，阿榮會開始你嘅飯啊。我不想要爸爸死掉，你能叫他不要去上班嗎？老天們喺專門對勞工爭取權益，我同我也會講阿成哥嘅情形，我想阿成哥聽咗喺潮高路，將會變孬，有想過愛勞保全公司爭取補償嗎？为什么不可以让我进去？让我进去！劳检员，为什么将我的案子推来推去？为什么一直让上司压榨我们？为什么？阿妹唔記得事情又會變亂呢？一條命就係你冇睇嘅，你就可以去上班，天天拿。因為記得公司他們還有對你壓身哦。啊？你說要來舉牌是嗎？這個工作不輕鬆哦，你決定要做嗎？我決定。
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。这条囡仔对待你客气的囡仔，就像对待卫生纸重要啦，用体了就挑剔啦，也走社会哦，哈，重要全部重要，冇你做得啦，你停书啦，你上上班啦，我大田法本该乜嘅，講乜嘅做得台你政治乜嘅，建議嘅嗰啲乜嘅，on 20 on 乜嘅 man 嚟啦，哈，我上嚟講你又排布啥嗬，好用乜幼稚，用乜冇良心啊！結果啊，記得啊，全部冇上嚟談啦，冇好啦，老闆已經講到冇好啦，啱講題啊。你想？我都按样子的样来啊，因为了判决我会接受，我要上诉到底。我係個人一拜，沒錯的。你上哥，唔家老嚟講有乜嘅創業嘅事情啊？我記得，既然公會發夢，其實應該是結束有一件事情是我老公。中文評以後嘛。早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應愛去，乃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 愛開用笑面哦，兩下馬路紅，茶按多，有人行動行，有人冇方向，按多故事隨時。